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3月1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1篇，耶利米书第2章第4到第13节，约翰福音第7章14节到31节，37节到39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活泉。小时候主日学的老师教过我们唱一首短短的诗歌，英文叫做 God is so good， 中文的翻译是神真美好。这首诗歌从学习会唱之后，几乎在每一个不同的年龄，我所参加的教会啦、营会啦，甚至后来到了美国去牧会的时候，都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唱到这首歌。歌词非常的简单，就是 God is so good, God is so good, God is so good to me。这几天我们读到的经文81篇，诗篇81篇，在台语的经文的标题写到是上帝的良善与以色列人的邪恶。这一首节期的诗歌诗篇，它描绘了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们如何对上帝来挑战，埋怨上帝，但是上帝仍然是以他的大爱来爱这些违逆他的以色列人。上帝其实就是这么好。昨天我们谈到了主与管家的问题。以色列人在历史当中并不是上帝家的好管家。耶利米先知这样跟以色列人雅各的后代说：雅各的后代，以色列各支族啊，你们要听上帝的话。上主这样说，就是你们的祖先发现我有什么不对，他们竟离弃了我，去跟从虚无的偶像，使自己成为虚无。虽然我救他们脱离埃及，领他们经过荒野、崎岖不平的沙漠、干旱惊险的旷野，没有人烟足迹，他们仍然不理我。我把他们带到肥沃的土地去，让他们享受土产和美物，但是他们糟蹋了我的土地，污染了我赐给他们的地方。祭司从来不问上帝在哪里，我的祭司不认识我，统治者背叛我，先知奉巴力的名说预言，毫无用处的偶像来拜他。以色列人的管家们、祭司、统治者、先知，他们通通去服侍了偶像巴力。虽然当他们没有东西吃的时候，他们回头来埋怨上帝；当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，却责怪上帝意图让他们死亡。但是我们反过来想，这些人手所刻的偶像，所谓的巴力神明，能够给他们什么样的食物，或是永远不再渴的水吗？耶利米先知又这样的传递了上帝的话说：所以我上主要在控告自己的子民，
我要指控他们的后代。你们往西到基提岛看一看，你们派人往东到基达查一查，你们就知道，天下没有发生过这种事。虽然偶像不是真神，没有任何国家更换过自己的神明，但我的子民竟然把赐荣耀给他们的上帝跟毫无用处的偶像调换。我要使诸天战栗恐惧，惊惶失措，因为我的子民犯了双重的罪。他们离弃我活水的泉源，他们挖掘不能蓄水的水池。到底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？暂时得到饱足，短暂的止渴得到舒爽，还是我们要追求那永恒的生命之粮呢？活水的泉源呢？那些不愿意接受耶稣是基督的犹太人领袖们，他们看到了耶稣，他们听到了耶稣的教导。那个时候他们非常的诧异，他们问到说，犹太人的领袖都很诧异，就说，这个人没有跟过老师，怎么会有这样的学问呢？其实这是因为他们拒绝了耶稣，因此无法得知，也不愿意接受他是从上帝而来的。他的教导是从上帝所指示他的。其实上帝的仆人不都应该是如此吗？当一个管家除了主人的旨意话语以外，还是主的旨意与话语，没有其他自己的意见及教导，不是吗？耶稣基督又说，一个人若决心要实行上帝的旨意，就会晓得，我的教导是从上帝而来，还是凭借我自己讲的。那凭借着自己讲的，是想寻求自己的荣耀，但是那寻求差他来的那一位的荣耀的，才是真实无畏的。最近在电视新闻的报道里面，有一个韩国的异端被大量的报道。这一位所谓的教主，就是假借着圣经的话语来荣耀自己，使自己蒙利，使人蒙羞受害。但是很可惜的，人们却是没有查验，因而盲从，而造成许多财物以及自身的损失和伤害。我们需要寻求正确的帮助。约翰福音记载说明，耶稣这样说，我在安息日行了一件大事，你们都引以为奇。可是摩西吩咐你们行割礼，其实割礼并不是从摩西而来，而是从你们的祖先开始的。你们就在安息日为婴儿行割礼。如果人在安息日行割礼，目的是维护摩西的法律，那么我在安息日使一个人完全恢复了健康，你们又为什么责怪我呢？不要根据外表断定是非，要按照公正的标准来判断才是。不但如此，耶稣基督他还大声的宣告，经文的记载说，节期的最后一天是最隆重的一天，
耶稣站起来，高声宣告说：人要是渴了，就该到我这里来喝。圣经上说，那信我的人有活水的河流，要从他的心里涌流出来。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活泉水，使我们的灵得以饱足，并且永不再饥渴。愿上帝的圣灵赐下智慧，让我们能够明白，并且愿意领受他活泉的救恩。诗篇81篇，要向维护我们的上帝欢呼，要歌颂雅各的上帝，要唱歌，要打鼓，要用竖琴和弦琴弹奏美妙的音乐，要在初一、15吹号角庆祝。这是给以色列的律例，是雅各上帝的命令。他在出发攻击埃及的时候，把这诫命颁给了以色列人。我听见有陌生的声音说：我把你肩上的重担移去，我使你放下装满砖块的篮子。你遭难的时候呼求我，我救了你。我求风暴中的隐秘处答应你，我在米利巴水泉边考验你。我的子民啊，听我的劝告吧。以色列啊，我多么希望你听从我，你绝不可侍奉外族的神，你不可敬拜我以外的神。我是上主你的上帝。我从埃及带你出来，张开你的口吧，我要喂饱你。我的子民不听我的话，以色列不服从我，所以我任凭他们顽梗，继续他们愚妄的行为。我是多么希望我的子民听话，我多么希望他们服从我。我要迅速击败他们的仇敌，征服所有敌对他们的人。恨我的人要屈服在我的面前，他们要受永远的惩罚。但是我要给你们最好的麦子吃，让你们享受野蜜的美味。基督是主，是我们的活泉，恳求上帝赐给我们活泉，让我们永远不再渴。赐给我们生命之粮，使我们不再饥饿，让我们在灵里成长，有主的形象来爱人，来荣耀神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